有一日，Mario 整緊水管嘅時候，竟然將佢送翻去古時嘅耶路撒冷啊！估唔到呢次嘅意外，竟然改變咗歷史。最令佢估唔到嘅係，佢而家個樣竟然同當時嘅著名人物耶穌啊生得一模一樣啊！就係佢啊！話自己係救世主，係神棍啊！捉住佢，唔好俾佢走啊！就係因為咁，Mario 就俾人當成係耶穌咁樣捉走咗啦。盡管佢努力咁樣解釋啊， Wait，it's me，Mario。佢講咩啊？我都唔識雞腸嘅，鬼知佢講咩咩。Mario 被釘上咗十字架之後，好多信徒咧都好悲傷咁望住呢一切嘅發生，因為佢犧牲咗自己拯救咗世人。然而冇人知道嘅係 Mario 係有一個特殊技能㗎。第3日嘅清晨，好多信徒都嚟到 Mario 被埋葬嘅洞穴前面，但發現棺材竟然冇任何屍體喺度。呢個時候 Mario 正喺洞穴嘅不遠處啊，食緊一個蘑菇補充緊體力。當信徒見到 Mario 復活之後，佢哋都大驚失色，認為呢個就係奇蹟。就係咁，復活節嘅傳說就誕生啦。而大家今日都有公眾假期，多謝 Mario。不要下班好嗎？歡迎乘搭地獄列車，Please mind your gap。